看不出来哦，你一个大男人还把房间整理得暗枪利哦。哎呦，开玩笑，谁不知道我侯昌明最注重居家品质啊？尤其是我的卧房哦，好大有没有？干净啊！而且我跟你讲，我每天呐、都保持的锵锵丽丽的。哦，哎，抽啊抽啊！哎，你还有写日记的习惯呢？哎啊，没有啦，也没什么啦。我每天晚上睡觉前，如果有点时间，我就写一写啊什么的。我每天做广播啊，还有做电视啊，都要需要点灵感嘛。哦，按大标哦，果然是新时代的好青年哦。哎呦，谢谢谢谢。哎，那你每天这么忙，你几多点睡梦啊？哦，不一定哎，因为我下班回来有时候洗个澡啊，看看书，写写东西呀、大概2、3个钟头跑不掉。他12点就会睡觉了啦。哎，不然你都是几多点睡梦啊？哎呦，那有这种安上忙了。我房里有天丝啊，回到房里以后，我就抱着遥控器一直转啊，转到连我自己睡着都不知道嘞。哦，哎，你怎么不在房里用腿天丝嘞？哦，天丝啊，我以前啊也是跟你一样，都会放个天丝啊，但是晚上我就一直转，一直转，一直看，一直看，我的时间啊都不够用，你知道吗？晚上就过去了，所以啊，我现在就把天丝啊搬到躺下去啦。我知道，好像女孩子的房间的基本配备啊，一定有天发，对不对？嘿呀，我不看电视的时候，就和男朋友聊天啊。而且一聊好久哦。嘿呀，一聊几个小时。哦，几个小时，那我看你这个每个月的天发费啊，大概很贵哦。还好啦，大概1万多块啦。1万多块呀！1万多块，我们要工作很久哎，现在不景气，存钱也很不容易哎。我看啊，你还是把天发啦、天丝啊，都搬到躺下去好了，才不会影响你平常的生活哦。你说的也有道理哦。那我回去以后啊，就把房间重新摆设一下，然后把天丝啊、天发全部摆在躺下去哦。对呀，有涵再来我这边聊聊天呢。好，所以啊，各位，我以后哈嘎发。培养正常的生活作息，才会健健康康的哦。按枪哩，按枪哩，腮木，天丝，天发，幾多點腮木，幾多點腮木。